另外来看，这宜兰市雪隧路呢是敢若6米宽尔，而且伫国道5号开通了后，这车辆变多，路又搁矮，所以当地里长统计讲，这一冬以来呢，就发生10几架的车祸啊。伊有写批甲总统府申请，希望讲这雪隧路会当赶紧来混垮。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这当地是有192管道，也搁有7条路等等的大型道路，呼吁民众会当加来利用。暗时电话无三更，监视器画面，一台轿车拄要起行，就摔伫沟仔。这是宜兰市雪隧路，当地定传出类似这种摔伫沟仔的事故。根据里长统计，今年就发生10多件。今年1月份到现在哈，掉在这个位置有8件，在这前后路段有交通队来处理有4件，加起来总共12件车祸。里长为地方清明，写批去总统府。希望会当拓宽雪隧路。伊讲，这原本只有6米宽的路，也毋过自从国道开通了后，车流量真大，尤其驾驶车更较侪。希望公部门会当协助加强夜间照明，甲协助道路拓宽。家己赛车经过雪隧路，发现小闪车确实无简单。外地人用导航，因为路程较近，也拢会指示用路人经过雪隧路，是当地车流量一直真侪的主要原因。修这条，这需要拓宽。基本上 Google 导航都是上雪隧都是第一优先导航，就是水隧路这一条，上国五宜兰交流道。七张路目前的道路容量是宽裕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如果要往高速公路宜兰交流道的方向那应该尽量利用我们的宜12线7张路。县政府表示，雪隧路是农路拓宽的环节属于宜兰市公所，因为当地东西向去各个的道路，也有7条路甲192管道，容量是有够的，也是呼吁用路人加利用，唔通开伫道路下的雪隧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